继续来到台南的北门，有一个92岁吴阿嬷，离家己的田里，疑似去互滚啊只野狗来咬着伤，失去着意识。互人发现的时阵，已经过2点钟咯，赶紧来送病院急救。后生是真唔甘，呼吁地方政府爱加强野狗的管制。动保处讲，近期来会加强掠野狗，嘛提醒民众，若拄到一大群的野狗，千万唔通走，爱来放慢动作，避免去互野狗来攻击。卡车片拢用火，双脚嘛是同款的状况，连衫裤拢脆糊糊，看得出上加着伤的痕迹。当然，这位92岁吴阿嬷，顶礼拜伫家己厝内丢仔田，互发现的时阵已经失去意识2点钟，赶紧互人送去病院。119通报这位病人是因为低血糖倒卧在田里面，多处躯干跟四肢的这个淤青那我们研判有可能是这个严重低体温影响到这个凝血功能，疑似动物咬伤的一个伤口那因为我们没有在现场，不晓得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对啊。研判可能是动物咬伤。用迄相片，阮慢慢入去，阮慢慢入去，就是当放大，竟然有3支狗仔喙齿啊，有一空狗仔3支的喙齿啊。福音人的后生真唔甘妈妈受伤，希望地方政府加强管制野狗的问题。发现福音人的所在就是这块丢仔田，当地居民讲，这个所在真正真侪野狗。18只以上。啊，拢会一2只带头，带你捉啦。我来拢搁要拿公钱。台南动保处表示，会加强来掠野狗，嘛建议民众若是拄到狗仔，会使安尼做。一般流浪狗的一个习性就是看到快速移动的物体，它就会去追。你更跑，它更容易追。动保处提醒民众莫凊彩饲流浪狗，拄到因的时阵一定莫走，而且要豆豆离开，才会使避免去互狗仔攻击。